那我们上一堂课呢，就是讲到中藏版的第33页，然后呢，中文版的第69页的倒数第二段的最后面，就是我们讲完了五片形。那接下来呢，就是从五别境或者说五定境呢开始做解释。那这边就讲到说呢，欲乐胜解念等持般若五定区别境故，说为决定境。那这里就讲到说呢，我们讲的五定境呢，或者说五别境呢，是哪五个呢？那就是第一个呢是欲乐，第二个呢是胜解，第三个是念，第四个等持，第五个般若。那这五个呢，因为它都是有境，所以呢，就讲到说这五种有境呢，是这里所讲的呢五种，它的名字呢叫做五决定境，或者说呢五别境。第一个呢，我们讲到说欲乐，什么是欲乐呢？欲乐就是我们所讲的希求，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希求之物呢，然后致力希求，就是致力呢去希求想要什么东西的这种了知呢，那这个呢就是欲乐的一个作用，或是我们讲的欲的作用。这里呢，我们为什么要加上致力呢？就是致力呢，致力于希求之物呢，然后升起欲求的这个了知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欲念的性相。那为什么加上致力？就如同之前一样，因为呢，加上致力最主要缘故呢，是因为和欲念呢相应的其他心所，以及呢它所围绕的这个心网呢，同样呢也具备了就是对于希求之物呢产生欲求的这一种作用，但是最主要的作用呢是来自于欲求的作用。欲乐的作用缘故呢，所以会加上自利的缘故，就如同说我们前面呢在讲述到受心所的时候呢，也会讲到说呢，就是自利呢去领纳，或是自利呢去领受苦乐的这个作用，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除了受心所之外呢，和受心所相应的这些所有的心所以及心王呢，它同样也有这样子的作用，但是呢，他们最主要是依靠着受心所的作用，所以他们是他利，唯有受心所呢是能够自利去领受或是自利领纳的缘故。那同样的呢，这边在讲到说欲心所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加上自利呢，表示说是它不共的一个作用。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呢，欲乐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自利希求。那自利希求呢，它能够带来怎样的作用呢？因为产生自利希求的缘故呢，所以容易升起精进，会引发精进。就像我们对于任何功德呢，升起希求的时候，自然而然呢，你就会升起一种欢喜的心，以及呢，升起精进的这种力量。那也因为升起这种精进力量的缘故呢，所以它的相续呢，就可以让这个功德不断的增长。所以讲到说呢，欲乐为什么它升起希求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引申精进。那有了精进之后呢，自然而然我们的功德就能够不断的增长。那这个呢，就是无著菩萨呢，在他的五谛论里面呢，就是有提到这一点。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欲呢来做分类的话呢，就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欲乐。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比如说他是讲要因为都是希求嘛，那第一个就是讲到说，他能够接触于乐的这一种希求。就比如说天气很热的时候呢，那我们感到热的时候，我就希望说能够凉快一点，那我就会去开冷气。所以我就想到就会升起一种想要接触于这种比较凉的这种安乐的这种希求。所以它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升起想要接触于乐受的这种希求，那这是第一个分类。那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当下呢有乐受的时候呢，那会升起一个就是不想远离的希求。就比如说现在天气很热，那开了冷气之后呢，你在冷气房里面就觉得很舒服，你就不会想要出去冷气房外面。所以它第二个呢，就是不远离乐的这种欲求。那第三种呢，就是讲到说对于上果报的这种希求，就是希望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果报的这种希求呢，是属于获得的欲乐。所以有分为三种不同的欲乐。欲乐的另外一种分类呢，我们就可以讲到说呢，就是希求乐的这种欲乐，希求善的这种欲乐，然后呢希求不善的欲乐，以及希求无记的欲乐呢，这三种。第二个圣解呢，圣解就讲到说，我们刚才在讲到欲乐的时候呢，就是它所缘的呢，就是我们所希求之物，然后升起呢，就是想要的这个
了知呢是属于欲的这个作用。那接下来再讲到说圣解的作用呢，它跟欲乐来说呢，其实是就是不同的就是以繁体去分的话呢，它们一样呢，所缘的就是所希求的这个物品。不过呢，圣解所升起的呢，就是它会支持呢，哦，就是要这样东西，就是要这个，所以它是属于就是支持就是这个的这种了知，升起一个支持就是这个的了知，是属于圣解的作用。那这边讲到说呢，就是圣解呢，它是致力对于呢，就是升起，就是支持，就是唯有此的这种了知呢，就是这个的这种了知呢，是属于圣解的作用。那圣解的因是什么呢？圣解的因呢，就讲到说，在之前呢，要么就是看到他希求他所想要的这个事物，他所希求的这个东西的功德，要么他看到，要么他听闻到。或者说呢，他想到，就是透由听闻或是看，或者是想到呢这个东西的功德之后呢，然后所升起就是要这个的这种执念呢，这种执着，这种了知呢，然后称之为是圣解。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当我们呢，就是比如说要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先去比较，然后比较之后呢，就看到一个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之后，我们内心就升起，对，我就是要这样东西。那升起对我就是要这样东西的这种了知呢，就是圣解的作用。那这个呢，也是在无著菩萨呢，他在结论里面呢，就想要说，就是如同呢他所决定一般的去支持，就他决定这个东西之后呢，他就会支持升起就是要这个东西。那他升起了想要这种东西，这种支持的升起了这种支持的了知呢，是其他的心呢无法去夺取的，其他的了知无法夺取的。那这个呢是属于圣解的作用。同样的呢，在无著菩萨的就是五谛论里面呢，还有讲到说，就是圣解呢，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产生坚固的支持，就是对他所缘的这个物品呢，无论说是他所缘物品的这个功德也好，或是过失也好，或者说就是以舍的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呢，就是好的、坏的，或是舍的状态来看呢，它升起坚固的这种支持呢，那这个呢，就是圣解最主要的作用。那同样呢，就是讲述到说，就是当我们在讲述到圣解的时候呢，它同样呢也可以分为三者，就是对前面想讲的呢，它对所需求的这个物品呢，要么就是坚固的去圆呢，或者说支持它的功德，或者说呢支持它的过失，或者说呢支持它就是舍的这一方面，就是非善非恶的这一方面。同样呢，就是因为它的所缘呢，就是会沿着就是功德、过失以及平等的缘故呢，所以同样我们在就是将圣解做分类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圣解呢，就是分为善恶还有无记呢这三种。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念。那念的作用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述到所有的就是性相的时候，或者说它作用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智力这一部分。就是呢，它能够智力呢去入于之前就是已经去入过的境呢，或者说曾经接触过的境呢，然后它能够不忘失，或者说呢不失去的这种了知呢，是属于念的这个作用。对于呢，就是念该如何的升起呢？能够升起念的因呢，就是讲到说，透由就是极为坚固的这种信心，或者说极为坚固的静心，然后由此产生念，或者是呢，透由就是再接触过，就是再接触呢，它的因是再接触过的这个的力量呢，然后能够产生念。就比如说呢，我们对于说像是上师，或者说是我们的阿舍离等等呢，那对于说他们产生极为强烈的信心或静心的缘故呢，能够再的意念起他们，或是他们的教戒，或者说对于我们所常常接触过的这种境呢，也能够常常呢就是不忘失。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念的升起念的因。那就如同呢，我们对于说我们最熟悉的这些
人呢，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呢，就会越容易想起他们。比如说小时候呢，就是最常接触的是父母的话呢，那年纪越大的时候呢，就会自然而然呢就会想起呢父母亲的恩德，或者说小时候呢是由其他亲人带大的时候呢，那长大的时候呢就会想起呢他们的这些恩德，或者说呢小时候呢我们最常接触的这一些，比如说像是画画也好。或者说呢一些才艺，那小时候常接触的时候呢，那你长大呢，你对你小时候常接触的这些才艺也好，或者说这些功德也好呢，你是最容易最容易现起来的。那这个呢就是念的作用。所以同样的呢，在集论里面呢，就是无洲菩萨也有讲到说呢，就是对于曾接触过的境呢，不忘失呢是念的作用。同样呢，我们在讲述到念呢，它在讲述念的时候，它要具备三种的作用，就是它要具备三种的特性。那第一个呢，就是静的特性。静的特性呢，就是这个静呢是要他在接触过的静，或者说他熟悉的这种静呢，是属于静的一个特色。那第二个呢，形象来说的话呢，就是他缘了常常接触的这个静之后呢，或是缘着熟悉的静之后呢，他对于所缘的静呢不忘失，那这是属于形象的作用。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呢，那念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念它的作用呢，就是当他升起念呢，对这个静之后呢，念呢会摄持这个静，有点类似就是我们专注于这个静之上，就是呢念呢会摄持这个静，然后让这个静呢不会失坏，或者说让这个静呢不会遗失。那这三种呢是属于念呢它的三个特色。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像说念呢，比如说我们在想说，哦，我想念家里，我想念家乡，或者说呢，我想念什么食物的时候呢，就是你所想念的这个事物呢，一定是你过去呢曾经缘到过的东西。就是说你曾经呢，就是有感受过，或者说你曾经缘到呢，你才会升起这种想念。你不可能说你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食物，然后说你很想念这个东西。所以它一定是要你曾经接触过、曾经很熟悉的这个境呢，你才有办法升起这个念。就像我们刚认识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刚认识某个人的时候呢，一定是新认识的朋友嘛，不可能说刚认识的这个人，我就说哦，这个人是我认识过的，你不会说是认识过，他不是一个曾经你认识的人，所以新认识的呢，你不会说用曾经或曾经认识过，用过这个字来代表，所以念他的境呢，一定是过去呢，他曾经就是很熟悉，或者说呢，他在接触的呢，他才有办法呢升起这个念，或者说他过去呢曾经感受过的境，才有办法升起这个念。第二个呢，我们就讲到说形象，就提到呢，就是念呢，它的作用对于形象呢，就是要不忘失。那无论说呢，它的这个境呢是环境也好，或者说呢友情也好，或者说呢是受用也好，无论是哪一种境呢，它对它的形象呢，就是没有办法忘失。因为呢，如果说我们过去曾经接触过，但是呢，你现在记不起来，就是形象现不起来的话呢，你也没有办法升起这个念。所以一定说，对于过去是常接触。过去你曾经接触过呢，或是熟悉的这个形象呢，对于这个形象呢，你也要不忘失，因为不忘失，你才有办法去回忆，你才有办法去想念。所以呢，第二个呢，就是形象方面呢，他对于过去曾经接触这个境呢，他对于形象呢要不忘失。第三个呢，就讲说作用呢，它就是能够摄持这个境，让摄持这个境之后呢，不会忘失。为什么讲说摄持这个境呢？那刚讲说这种摄持呢，就有点说就是很专注说在这个境上面，它不会被其他的这种形象呢给取代。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说我想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在想念家的时候呢，你一定是这个念呢摄持的这个家的这个形象，或是家乡的形象。你不会说哦，我在想家的时候呢，然后对于说你过去曾经去过什么地方啊，这些全部都现起来，然后说你在想家，这是不可能的。就是你在讲说你想念的时候呢，你一定只会摄持着家的这个境之外呢，你不会再摄持到其他的这些境去。所以讲到说第三个就是作用呢，它有摄持境的这种作用。那在俱舍论里面呢，就讲到说呢，念呢又分为两种，那一种呢就是不善的念，也就是恶念；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善念。那在讲述到恶念的时候呢，就是说对于一些不好的这些境呢、恶境呢，然后呢升起
摄持或是只是想念的这种心呢，那这个呢是属于恶念。那善念呢，就像是对于像是三宝等等的，然后升起意念的这种心呢，是属于善念。对于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念的作用的时候呢，那在无着菩萨的五谛论呢，那这五谛论里面是讲到说，摄觉者分里面呢有讲到说，就是它的作用呢，就是对于呢过去呢，就是常常接触到的境呢，然后会再再的想念呢，那这个是属于念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在讲念的分类的时候呢，那同样呢，有一种就是对于我们心里所想的呢，那我们会我们会想起来这一种呢，就是对于意的思想呢，就是会去念这个过去式呢，我们想了什么东西。同样呢，念呢也会想到说，我过去呢曾经说过什么话，就是对于语呢过去曾说过的呢，那也会升起这样子的想念。那同样呢，我的身体呢做过哪样的行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也会做想念。所以念呢，它又可以分为对于身语意呢三种不同的意念。念的果是什么呢？就是透由念呢，我们能够对于这个境呢，能够产生专注于去，所以就能透由念呢而产生就是所谓的禅定，以及呢，我们透由念之后呢，可以产生就是去抉择呢，这是属于意或者是非意的这种抉择，所以这个呢是属于智慧的作用。所以呢，念呢它可以升起禅定以及智慧。那我们常常呢会讲到说所谓的正念和正知。那正念呢，就是这里所讲到的呢，我们对过去的这些境呢不忘失呢，这个属于正念的力量。那正知呢，就是我们对于过去的境呢，就是了解之后呢，然后知道说哦正德，然后了解的这种心是属于正知的作用。那我们再讲到说，接下来呢，就是提到说等持，那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定。那对于说定呢，或是等持呢，它的作用呢，就是对于静呢，能够专注于去。那除了专注于去之外呢，它专注于去之后所产生的作用就是能够成为呢智慧的所依，它能够成为慧的所依。因为当我们的这个智慧呢，它在抉择这个境的时候呢，它要有一个就是非常坚固的一个了知呢，来做它的所依。所以这个坚固的这个了知呢，就是定。所以呢，定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前面一样，都是要加上智力。它智力呢，对于所缘专注一去，然后呢，能够成为智慧所依的呢，那这个是属于定的这个作用。就如同呢，我们在就是专注缘着佛像的这个圣母他的时候呢，当我们升起了这个坚固的定的时候呢，那唯有升起了坚固的定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升起一个抉择的这种智慧。就比如说呢，当我们对于说佛像呢，我们在问说，哦，这尊佛像呢，你看到这尊佛像的脸的时候呢，那你觉得说这尊佛像它的脸部呢有怎样的特色？它的眼睛，或者说它的耳朵、它的鼻子，那乃至于说呢，就是画师呢在上色的时候呢，这些色泽呢有没有差别？如果说我们在心里面呢无法升起一个坚固的佛像的形象的时候呢，那在问说呢，就是佛像有没有这些差别的时候呢，你是无法透由你的智慧去抉择出来说，诶，这些颜色或者说它的眼睛或者说哪些部分呢有什么特色的时候呢，你是无法区别出来的，因为连佛像的形象你都没有办法专注的在你的心里面现起的时候呢，你就无法透由其他的抉择的智慧呢，去看别说它这些呢具备哪样子的差别，所以才会讲到说呢，为什么呢？我们在讲述到说毗婆舍那呢，一定是在圣摩他之后才升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呢，圣摩他能够成为就是毗婆舍那的一个所依。那这个定呢，对我们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只有专对修行来说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平常日常呢，就是专注于一个所缘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在切菜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切菜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没有办法专注在这个所缘之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是能够在专注所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很仔细的呢去切菜，而且呢能够切得很快。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心呢没有源于这个所缘之上，没有专注在切菜这个所缘之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因为心里面
想一些其他事情呢，一不注意可能就会切到手，或者说乃至说像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呢，他如果没有办法专注于他的所缘的时候，他的心是很散漫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造成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在承办世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并不要说是修行，就是承办世间的这些事情呢，定对我们来说呢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就举例来说呢，以他自己来说，他感觉到说定对我们来说呢很重要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大众前面呢，就是说在大众之间，就是在念诵或者说在朗读的时候，当我们看着这个文字呢，如果我们心能够专注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能够念诵的就是非常的清晰，而且呢也能够念得很快速。但是如果说我们心没有专注在上面的时候呢，可能呢就会常常会念错字。那这个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像说我们在背书的时候，背书的时候呢，如果心我没有办法专注于在我们所背诵的这个课文啊，或者说这些课本上面的时候呢，那当然是每一个人来说呢，他背书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哪一个人呢，他如果说他能够专注于他所要背的书之上呢，即使他的头脑再怎么不好的时候呢，他能够在专注于背书之上的时候呢，他背书的速度呢一定会比较快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本来呢平常他一天呢就是可以背2-3页的内容，背书可以背2-3页的内容，但是呢他今天呢就是心呢就是非常的散漫，然后心都没有专注于在他所要背诵的这个课文之上的时候呢，那即使你给他一天的时间呢，不要说2-3页，他可能连4-5句呢都背不起来。所以就说定呢对我们平常来说呢也是很重要。这边呢会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念呢，念有个作用呢，就是不忘失，它会去支持这个静嘛。但有时候当我们的念的力量太强的时候呢，它对定呢就会有所危害。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呢，我们就讲说他像他小时候呢，就比如说每个礼拜会放一次假嘛，每个礼拜放假的时候呢，那就可以出去就是出去游玩啊，干嘛啊，然后就是很开心。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就是隔一天，然后因为老师每天都会检验说你背书背的怎么样嘛。但是前一天出去玩回来之后呢，那今天在背书的时候呢，心就没有办法安住下来，因为念力太强，一直想着说昨天出去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很开心，然后念力太强的时候呢，它对于你一心专注的这个定呢，就会产生危害。所以平常呢，比如说1个小时呢，就能背4句话，或是4句，或是8句，就一个寄诵或是2个寄诵。但是呢，到了就是放假完了隔一天呢，背书的时候呢，可能一整天呢去背书都背不起来，就是因为念力太强，一直想到昨天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心就没有办法专注在这个所缘之上。所以有时候念力太强的时候呢，它对于升起定呢是会有危害的。所以呢，定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很重要。如果说我们想要圆满的呢承办一件事情，或是这件事情想要做好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所缘呢能够专注在这个所缘，对我们来说呢，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说定的果是什么呢？那定的果呢，就讲到说我们由定呢能够生慧，就是说透由禅定呢能够升起智慧。那除了说能够升起慧呢是定的果之外呢，那我们讲到说，比如说当我心散乱的时候，或者说我心呢烦恼现行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我们的心呢能够专注于善的时候呢，能够专注于善的时候呢，那这些现行的烦恼呢就能够压服。因为我们讲说透由禅定呢能够升起身和心的清安。那身心清安就是能够堪能于什么呢？就是对于善呢，它能够不断的呢去支持。那这个就是属于身心堪能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呢，就是常常会讲到说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做修行。为什么要修行呢？就比如说啊，当我今天就是心里很烦躁，或者说呢，我觉得心里面烦恼炽盛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要去说，我们要去修行。然后透由修行呢，然后透由修行去观修之后呢，会讲说哦，因为我透由观修之后呢，我的嗔心呢好像就不会升起来了，或者说呢，我们在观修数息观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哦，我的心好像就处于一种散乱。那这个时候呢，它并不是真正的呢去对治了嗔心，它只是让我们现行的这嗔心呢没有升起，或者说呢，就是透由数息观，或者说透由定呢，然后遮止掉了
让我们生苦的这个缘，能够让我们升起的苦的这个缘呢，透由定的力量呢，把它给遮止掉。因为呢，平常我们烦恼会升起是如何升起的呢？就比如说对于越狱境呢，我们对于越狱境呢，因为升起强烈的这种贪着的缘故呢，所以由此而升起烦恼。或者说呢，我们对于不越狱境呢，升起强烈的这一种嗔念的缘故呢，然后由此而升起烦恼。那当我们就是在观修属习观也好，或者说我们一般在说修定的时候呢，它并不是真正的呢去对治到贪心或是嗔心，它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呢缘在一种就是说好像空的这种状态。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也没有特别去缘着越狱境，然后呢，也没有特别去缘着不越狱境，因为你心没有缘着越狱跟不越狱的时候呢，你自然不会升起由越狱境而产生的贪，以及不越狱境而所产生的这种嗔都不会有。你的心好像是处于就是舍的这种状况，就是非贪也非嗔，就是处于舍的这种状况。那因为我们的内心呢，当我们安住于舍的时候呢，跟我们平常就是去向于贪跟去向于嗔的时候呢，这时候心会变得很平静，所以好像感觉呢升起了一种安乐。但是这个乐呢并不是真正的乐，因为这种乐它并不是呢去除了烦恼之后或去除了嗔心之后呢所产生的安乐，它只不过呢是让我们的心呢处于舍心。那因为处于舍的这种状态呢，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平静下来，所以你会觉得安乐，但是这个呢并不是真正的乐。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呢，就是我们对于呢透由禅定呢，就是说好像对治烦恼，或是透由禅定呢能够除苦的这个呢，它并不是呢以对治的方式呢去除掉这个痛苦。就比如说，当我们烦恼炽盛的时候呢，升起透由观修属习观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的心呢觉得比较平静。那或者说我们在升起强烈嗔心的时候呢，透由属习观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呢，心好像平下来。但是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对于声称的这个对象呢，它仅仅是对于说这个对象去做遮止之外，让我们声称的这个境呢去做遮止之外呢，它并不是真的呢去对治这个嗔心。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对治嗔心的话呢，我们是要去观察嗔的过失到底是什么。你了解了嗔的过失之后呢，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呢去做对治。那我们现在只是暂时呢去除掉说你所缘的这个境，就是把贪的会让你升起嗔的这个境呢给它去除之掉之后呢，然后你感觉说好像不会升起嗔心之外，它并不是真正的呢去对治嗔心。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小朋友呢，如果说像是1-2岁的这个小孩子呢，当他手上拿着刀子，或者说拿着一些武器的时候呢，那我们跟着1-2岁的小孩子呢去解释说，哦，你现在手上拿着这个东西呢，非常的危险啊，怎样怎样的时候呢，因为他才1-2岁的时候呢，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他不了解到说这个东西的危险性到底在哪里。那这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拿他最喜欢的这个零食，或者说你拿他喜欢的玩具呢，放在他面前的时候呢，他自然会把他手上的这个武器或者说这个刀子呢，他自然就会放在一边，然后去拿他喜欢的这个食物或是玩具。那这个时候呢，危险呢自然而然就变少了。所以呢，他会把这个危险的东西拿掉呢，并不是因为说他了解到了这个东西的危险性才把它放掉的，并不是的。所以呢，就像说我们平常呢，就是有时候感到痛苦的时候呢，或者说心感到很苦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心专注于这个苦之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想到的方式呢，就比如说听自己喜欢听的歌。那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心呢就会跟着这个歌的歌词呢，或者是旋律呢，就是你自然而然你就转移掉了你对于说你苦的这个境，你的心就缘在于说，哦，歌声，无论说它的旋律也好，或者说它的歌词也好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你之前缘在就是专注于苦的这个了知，它自然就消失了。然后，但是呢，这种并不是说我们对于说哦，刚刚产生的这个痛苦呢，就是透由对峙之后，所以我把这个苦给去除了，并不是这个样子。它仅仅呢是因为把我们专注于苦的这个所缘呢，然后把它缘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好像暂时呢去除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它去除痛苦呢的方式，并不是说哦，它透由观察呢去看说，哦，我刚刚呢会痛苦的原因呢到底是什么，会苦的这个过失呢到底是什么，然后该如何去正对治它，并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对治的，仅仅的是转除所缘之后呢，然后就将刚刚苦的这种感受呢给暂时的遮止之外，它并不是透由对治呢去除苦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当我们很专注呢，在工作的时候，专注于说事业上的这些事情，当我今天呢，就是非常专注于工作的时候呢，那这一整天呢，就是你非常在这件事情呢，你非常的专注在这件事情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你并不会感到疲累的。但是你今天呢，把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呢，一放纵之后，你所有的疲劳感呢，就整个涌上来，觉得说非常的累。那这个呢，就表示说，其实呢，你正在工作的时候呢，你的心就是因为专注于在这一点之上，专注于你的工作之上的时候呢，所以你并不会感到疲累。那当然有时候工作的状况呢，就是边工作的时候呢，然后就觉得很累。那我们边做边觉得累的时候呢，那这个就表示说，其实呢，就是定的这种状态呢，它并没有产生专注于这个你所做的事情之上的时候呢，所以你会边做呢，就边觉得很累。那这个呢，是不是如实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可以再观察看看，就是这是仁波切他自己的一种感受。就那人们就举说，就比如说他平常呢在为寺庙的这些僧众上课的时候呢，那从早呢上到晚就是一堂接一堂。那如果说今天呢心非常专注的时候呢，那其实在上课的时候呢，从早讲到晚上的时候，在上课的当下他并不会感受到疲累，但是等到今天的课程一结束之后呢，才会觉得说，哦，今天好像非常的疲累，所以就代表说呢，他今天上课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心呢是非常专注的，那这个是一种状况。那有时候呢，就是边上课呢，然后就会觉得说，哦，今天上课的时候好像觉得蛮疲累的，那他就会觉得说，这个状况就表示说，其实他的心呢并没有专注于这个上课的这个内容之上，所以才会产生边上课呢就会边有疲劳感。不过呢，这是我们叫他自己的感受啦，他不确定说这个是不是正确的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述到说，最后呢就提到说，就是般若，就讲到说呢，慧的这个慧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那慧的作用呢，就是提到说，它对于它所缘的这个境呢，然后去做观察。那这个呢，最主要是慧的作用。就比如说，我们一般在讲毗婆舍那，那缘着空性的毗婆舍那呢，它就是对于它所缘的空性呢去做观察。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慧的作用。那所以呢，慧呢，它就是对于呢，像是所闻的境，或者说所思的境，或者说所修的境，就是对于说我们产生闻思修的这些境呢，然后来做观察呢，那这个呢是属于慧的一个作用。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定区别境户，就是这里刚所问到的，就是上述呢只趋入境之别，那趋入于境之别，所以它叫做五别境。那为什么叫做定区别境户呢？就是讲到说呢，这里所讲到的欲乐、圣解、念，然后等持，还有般若，就是讲的定慧呢，欲、圣解、念、定慧呢，这五个呢，它就是会趋向于各自呢，它所要执持的这种个别不同的境的缘故，它趋于别境，就是个别的境的缘故，所以叫做五别境。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呢，就是欲呢，它所去入的呢，就是它所希求的，它所想要的境。然后呢，圣解呢，就是它会升起或者说强烈支持，哦，是这个的这一种呢，是圣解的境。那念的境呢，就是它对于它常常接触，它不会忘失的这个呢，是属于念的对境。那定的境呢，就是它能够去做专一，它能够专注于上的这个境呢，是属于定的境。那慧的境呢，就是它去观察的这个境。所以它们都是各个不同的。个别的境并不是一个总的境的缘故，个别不同的境的缘故呢，去入于各个不同的境的缘故，所以叫做别境，趋至于各个不同的境。在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现在解释到说，就是趋入于境之别，还有呢，只趋入境之别呢，其实藏文看起来是一样的，为什么会人们现在主要是加上这个止字，只趋入于境之别？为什么叫做趋入境之别，或是趋入于它趋入境之别的意思？所谓的境之别就是个别的境，它只会趋入于它所趋入的这个境。就像前面所讲述到的，就是当你升起欲的时候呢，就是欲呢，它所趋入的境呢，就是它所希求的这个境，所以它趋入的呢，就是它所希求的这个境。那同样呢，圣洁呢所趋入的呢，就是说他想要执持的，他升起哦，就是这个他想要执持的这个境。那念呢，就是对于说他所要
他所不忘失的这个境，他之前常常接触，然后呢，他不忘失的这个境。所以这里所讲到的，就是无论说讲到说趋入境之别，或是呢，趋入境之别，还有呢，是趋入境之别，是趋入境之别，趋入境之别都一样啊。就是它的重点就是讲说，在讲到说境，就是它主要讲的是就是这五别境。为什么叫做别境？就是个别的境。它五个心所，它这五个不同的心所呢，它只趋入于就是它专一的那个特定的境，就是个别的一个境之外，并不会趋入于其他的，所以它才叫做五别境。就以我们讲说念来说的话，就是念呢，它会趋入于怎样的境呢？它趋入呢，就是它最常接触的这个境，并不是说所有一切的事物呢，它都会趋入，它一定只趋入它最常接触的这个境。那这个呢，就是念的这个作用。所以讲说五别境的时候呢，它所趋入是个别不同的境，不会说哦，它一趋入呢，就这个呢，它也趋入，那一个呢，它也趋入，并不会的，所以它才叫做五别境。所以就讲到说，像是我们讲欲的话呢，欲所去入的这个境呢，就是他所希求的境之外，他并不会去入其他的这些境。他所不希求的境，他并不会去入，他只需求于他只趋入于他想希求他所要的这个境之外，他并不会趋入于其他的。所以以这个来讲，它是趋入于各个不同的境的缘故，所以叫做别境，就是个别不同境的缘故，所以叫做趋入于别境。第二个问题呢，问到说就是欲心和动机呢，是否有四句型的关系？那我们接说呢，就是这两者呢是可以安立四句型的关系。那就讲述到说呢，像我们讲到说就是以就是意乐来说的话，意乐呢它可以成为就是欲心的这个因，就比如说呢，我的意乐呢，就是想要去就是累积资粮，所以我去拜佛。那这个呢是属于意乐。那有了这个意乐之后呢，那你在拜佛的当下呢，那这个拜佛的时候你会升起一个善心嘛？那一定会有这个善心跟这个你在拜佛的这个心的时候，一定会有个跟它相应的这个欲心所。那这个欲心所呢，它就变成说像是意乐的这个果。那至于说回忆，就是小时候想得到一个洋娃娃，是欲不是动机。那这个比较，人们先说这个呢，它应该是念啊，就是因为它最主要是回忆嘛，就是你回想到小时候你在想什么，就刚刚想它的，你在想的时候有想到过去的就是身的行为、语的行为，以及就是你嘴巴讲什么，以及你意里面在想什么东西，所以这应该算是想，不是动机。